当然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最近咧观察一件代志。哎呦，听你安尼讲，你是不是搁要讲什么人生的大道理啊？我发现啊，有真侪人毋是无想要动，是毋知影会当安怎动。那安尼，咱的节目对因来讲，就是一个好消息。对哦，因为无爱运动的、无定定运动的、无啥会当运动的，拢真适合来就节目。来咱的节目，唔但会当活动筋骨，而且是规家伙啊做伙动。假使讲过关，会当甲幸福咧炸转去厝的，迄真正是一减二个啊！莫搁等啊，赶紧来报名，阮等你来挑战哦！现场的观众朋友嘛有机会就来挑战摕红包。大家准备好啊未？好！今日的四组家庭嘛拢已经准备好啊，咱做伙来欢迎头一组赚大钱。欢迎！走了，来欢迎爱呀唔惊苦。哎呦，哎。第三组欢迎婚姻家庭。最后一组欢迎台湾人。欢迎大家！欢迎赚大钱！哇，真久无孙建兄你好孙建兄，来，紧甲大家拍一个招呼的。所有吼，咱电视机头前，我甲咱的现场的乡亲市民大家好。今日带查某囝做伙来做节目，对介绍一下，来姐姐用台语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方可晴，你三十，不是30岁。常常会国中。趁这个机会，做老实的有头交男朋友无？啊，算了，假使讲伊讲出来，你即马是要安怎面对？当做无手回事。来，妹妹。大家好，我是方子琪。哦，你今年几岁？八岁。平常时两个查某囝敢有咧讲台语？大汉的甲第二个有，是因为即届要来录这个节目，较才讲哦，原来你这个台语无甲偌好呢，所以安尼也好。有这句你知哦，那是哦，有一个小故事。伊哦，我讲爸爸的台语怎么学？我说哦，全世界的语言哦，要学最快的就是脏话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不管是英文还是台语，拢是。就爱怎样，别人咧甲你骂啊。安尼，这个过来开始台语吼，因为我常常讲，身为一个台湾人，你台语常常讲。是。要讲国语吼，会当去学校啦，还是较同学安尼。孙建兄有三个囡仔嘛？对，大汉的今年拄啊高中毕业。三个囡仔带因大汉的过程，敢有发生什么代志，是让你感觉真感动的？应该是阮大儿子啦。因为已经18岁啊嘛。哇！我会记哦，伊国小4年的时阵，后倒摆吼对学校甲载转来，是吼要去遐载，正一天我就一直咧想一件代志。我讲哦，因为吼，真个囡仔吼一定一天大汉啊。伊未来一定会去接受到电脑，会去接受到网络这块。那爸爸我因早过去的好的，包括我过去因早无好的新闻，有一天一定会发现。一定会知影，所以我就是讲，无今日要来甲载吼，我来甲问一个问题好啊。是。我倒来起来，我就讲哦，有啊，爸爸吼，今日问你一个代志啊无？我讲哦，有一天恁学校的同学，若去讲着恁爸爸过去因早也食药啦，还是食毒，你要安那？我讲伊段的吼，我会记一世啦。伊讲伊会甲因的同学讲恁讲的迄个爸爸是因早的爸爸。唔是真听完，然后认真趁钱饲完的爸爸。哇！这个我觉得有做个代志记一世人。我讲哦，爸爸过去的好，甲你无关系；爸爸过去的歹，更加嘛，甲你无关系。所以我教囡仔拢是这个心态啊。所以，互因家己讲，爱替家己的人生拍拼的。而且拄则起来话是为
大汉后生的嘴讲出来，迄对你来讲是完全无共的意义。你来看讲，嘿安尼，人生有几得力，每一个做爸爸的人拢希望，因的付出对会当得到厝内人，不管是某，不管是囡仔的肯定，对啊，迄是上重要的，迄是上放伫心内，迄是上感动的。哦，所以我一路到行来到目前为止，我拢感觉讲啊，人吼莫惊做唔对，爱受看，要安怎个做好安尼。我真佩服你，你啦因为你愿意伫节目顶面，甲大家分享这段过去。是，我相信嘛会当鼓励到真侪，真正即马当咧面对困难的人，只要伊愿意改变对，所有的代志拢有可能会发生。你大家人愿意改变，像这社会还是社会也是有温暖的一面啦。是，哦，这顺吉兄哦，今日就是要透过你家己的故事，那希望会当互大家鼓励，会当互大家有迄改变的想法。你嘛想要带来一首歌，哦会使互全世界上辛苦的爸爸妈妈一个鼓励，对无？这歌名叫做《斗阵行落去》。斗阵拼落去。咱来一步步一脚印，斗阵拼落去，不惊任何阻碍，双手举起来。双手举起来！认真打拼的人，疲劳的疼痛，会出咱的气概，创造好未来。谢谢。顺吉兄，听完你的故事哦，我听你唱歌，真正就感动诶，感动诶迄歌词，认真打拼的人，天一定拢会，互咱机会，互咱有一个新的开始安尼。对。所以来，阮就要来看恁今日选择的幸福礼，囡仔人的特别礼，加小配件。哇！现在选择的礼物自拍论这个物件，咱细汉拢有学过。是。吼，我讲对是咱上基本哦，想讲甲咱细汉因早会晓的物件，啊，互因嘛会晓，哦，啊，一定会跋倒，跋倒无要紧，不提起来好啊。而且爸爸一直陪伫个身躯对，边。哦，就像咱脚踏车，甲脚来到尾嘛是爱放双手，手嘛是爱放，然后家己学起来。囡仔总是会大汉啦。这嘛是爸爸妈妈爱学的一个功课，爱放手。好。那呢，今日趁大钱是毋是会当顺利过关，把这个幸福的炸转去厝的？所以来马上来进行点礼念年好。三个人小刷接念配粉到盘仔内面，2分钟以内念5粒配粉，就算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真古水的画面，看恁安尼，恁练习的时阵一定真趣味，对无？哦，细只啊，因为等到细只计练较侪届，伊咱会惊讲伊可能少岁。啊，迄个稳定性较无好，所以到尾阮等下会甲第3棒，迄稳定性上歹，放到第3个。哦，是啥？我。你我。哎，我拄则发现一个真趣味的，顺吉下来，你先徛遮吼。好，你家叫。哎。你真好大胆，当然哈。你今日无想要等去厝啊？无啦，你是相较无稳定嘛。冷静起。叫我。小拍。好啦，看你趣味，迄练习的过程一定嘛是真好耍，咱做伙来看。放下屁。来来。恁两个今仔我闻到一个无共款的味，花香味呢？其实是我接到一个任务，要来做蜜蜂了，叫做啥？点的念蜜好。哇，你有味道吗？有味道吗？你遐细咱会飞，好行。今仔要带你来真正比赛。好，开始。好，慢慢来就好。先念的，念的。好，慢慢行好。啊，轻行。啊，你这较好飞哦。好，换一只。啊，这试练的呢。有无？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，OK， 时间到。咱头拄仔练习表现了啦，足歹对无？迄就是因为咱无啉蜂蜜水。来，这罐蜂蜜水吼，甲啉落吼，
咱比赛咱就第一名，干杯！做一届互大，加油！安尼啉的有差，我讲，咱这届比赛一定会得顶的，加油！搁继续再个练习，呀！所以你即马是哦，廖准你逐工拢啉迄米茶，嘿，你就变蜜芳哦。这有点叫做催眠啊，哦，家己当做真正是一只芳，哦，最后家己变成一只芳安尼。所以等下你比赛进前，嘛是搁啉一个好啦。来，阮有准啊，你有备。准备啦，好大啦。哎，好这袂大家啉的，好大，恁若有过关就有奖品啊。哎，哇，真是。哦，我给你有你恁的话，你当唱歌喙大对无？我带酒量卡。咱这交际应是有关系啊，无大歹势啊。哦，趁大钱先请就位。点嘞，连咪好，请开始。哎呦，加油！哎呦，哎呦！真紧呢！哇！妹妹，这边吧，冇啦来，加油！妹妹加油！迄个袂错，哎，三点啊！迄个袂错，无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哎！快紧，卖放弃，够机会，够时间啦！大家来，大家来。豆豆来，豆豆来！哎，豆豆来啊！卖酒精，卖酒精！他们呢？看你们时间看哦。哎呦，哇！快紧，你头发高一点就好够机会！哎好，哎，豆豆来，啊，放入去哦，啊，放入盘哦，哎，哦，我看船计遐是话无稳定，哎，真稳定啊！7、6、5、4、3，真可惜哦，头一届挑战失败啊！搁第二届机会哦，加油哦！第二届挑战，请开始，开始啊！加油！哎呦哦，这真正足稳定诶！为什么觉得可以这么快？哇！哎呦，讲呢？哦，进来！这边。哎，爸爸来啊！爸爸变做第二番的哦！哎呦！哇，无稳定啊！哪一颗？成功啊！来，妹妹加油！慢慢来就好妹。妹，豆豆来，卖金条，可以进去了。豆豆来卖金条，卖金条把它放。进去就好了，不要赶赶。来宾。哎，啊！来，盖，我给妹妹豆豆来，一定会，豆豆来。空间搬来宾，哎，豆豆来，轻啊！哎，开始。贝贝，好，把它放进去。真可惜哦，无成功。拿进来，咱还得领专过来比。就我跟姐姐来就好了。明白安尼啊，已经足时间了，你很棒了。来，咱做伙来看，观众朋友两个人合作，40秒以内有3粒花粉，就算过关，会当得到1000块的红包。哎，来，这两个妹妹，来，恁叫啥物名？我是杨浩，我是吴杰西。欢迎。欢迎。恁两个人敢是好朋友？是啊。敢有信心会当过关？是不是因为拄则看因耍的时阵，感觉足困难的？恁要好好加油哦，希望会当甲1000块的红包摕回去。来，观众朋友请注意，点嘞连咪好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哎呦，足紧的哦！来，公平 ，give me five！ 豆豆来。来哦，豆豆来哦，豆豆来哦，轻的，哎，give me five！ 第三粒，最后一粒就过关了。哎呦，豆豆来，卖60滴哦。怎么搞？有了。终于过关了！恭喜得到1000块的奖金。欢迎。爱娘唔惊苦，
哎呀，唔惊扣，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因的大兄，我叫柯英元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妹，我叫柯佩婷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妹，我叫许成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弟，我叫徐永汉。你好，你的年纪看起来是不是差不多差不多？没这回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多。差不多。系啊，敢有啦，这阮 uncle 啦。阮 uncle 啦。哦，你变 uncle 的，你即摆是师大哦。咱你大兄敢有个甲恁欺负？唔敢。唔敢。唔敢，啥都唔敢。刘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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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？刘德世家呢？啊，恁三个人谁较厉害？我较厉害。哦，什么成绩？我摕过连续4届全国运动会冠军。连续4届呢？啊，搁有嘞，啊，搁有嘞。啊，我搁有代表台湾出国比赛。定定出国比赛，无过来公营倒转来。厉害！台湾的骄傲。妹妹，今日就给你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好。要报仇就看今日啊！你要写哥哥，还是姐姐，还是弟弟？我跟你讲，咱一家口啊，吼，袂使安尼互相沾杀。哎呦，咱找一个肉点来。啥？肉点要找啥？你要找？几乎出代志啊！几乎，啥话讲白选掉？讲叫几乎来。咱袂记束裤卡啦。我想欢迎几乎。欢迎几乎来几乎。你想到要跳？他袂扫掉红台尾，他袂扫掉红台尾。请开始。几乎要紧无？无代志。无要紧，我要紧。哦！哎呦，滑下去嘞！囡仔伫厝的唔通学哦，叔叔练过。所以几乎较早嘛是柔道的。啊，你甲恁某嘛是柔道熟悉的。系对。哦，是哦。那嘛足久的时间啊嘛。国中到今嘛。国中到今嘛。哇！哦，厉害！哦，你足专情的吼。你的面哪会怪怪啊？我本来是想讲你种耐打的哦。好啦，多谢招呼。遐尼恐怖的一家人吼，这因要爱幸福的是啥？咱做伙来看。冠风篮球架，哇，现在是这个礼物，遮尼古锥。因为伊甲伊拢有生几个小朋友无？迄当阵阮就讨论嘛，想讲啊，因仔做爱佚佗，啊，毋过你无可能定定出来去拍篮球啊啥安尼。我想讲啊，无选一个应该会伫厝诶耍诶。哦。系啊，所以想讲选这个大家才耍安尼。那呢，到底是毋是会当甲这个幸福礼早转去厝诶，互囡仔耍？柔道世界爱卡打拼的哦！马上来进行高架加一盘，用花盘射到经过，砸底花盘拍掉5个数字，就算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来做伙来看比赛，就知影因的程度到倒位啊！喂，嘿，点点，嘿，安怎？我头来录影啊，安怎？要找人上节目哦？哈？我？喂，你有伫厝无？迄个门口有人，你帮我收一下物件的，嘿，要我的物件，你看者。啊，即摆拍开，对。开。到家加一盘，你啥货啊？你有啥物问题，你就问迄个先生啊。我要先无闲啊，好，拜拜。哎，出来。哎，你弄哪？要创啥？为啥？到家加一盘。不要啊！对吧？拍另外红啊，拍10分，后壁伊2只上大只，就是100分哦。你来比赛。啊，是啊。哦。哦，够一届。
你们把好歹都搞完了。今日已经练了啊，拍甲真好。再来，搁练习，一届一定咱得冠军的啦，对无？啊，嘛是啊，够哥哥呢。啊，无背吗？啊，一气全是吧？咱今日来夜市啊，啊，等下咱去算迄个9宫格。好啊，咱家拢要算。我来比啊，但结束会互我感觉因两个咧搞乌空咧。你看，讲着钱尔，讲着钱就准啊，有无？搁一条有啊。这几条都有安啊，秀秀。哦！啊，你来跟我理解。看起来拢无诶，话你，拍袂起，一粒，人了啊！手，哎。谢谢阿华。没来啊！没来啊！哎，安尼敢对？大猪大要把我当废棒，我神奇宝贝嘞，我传说中神奇宝贝嘞，拜托一下无？开玩笑。哎，拢开东西。哎呀，你家。什么我来底下要比赛啊？等下不是就要比赛啊？无啊，咱赛啊！哎呀，比赛啦，咱人讲好啊，咱就是咱来啊。无，你废棒，你坐遮坐好，我带你先去比赛，你遮坐好，我先去比赛哦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安尼敢对？三卡欠一卡，我哎，你莫走，你莫要走，你莫走啦！哎。哎，永你元，哪这么可怜啊？你是安怎搁伫咧遮？哈，你拄则毋是叫人放啥？你是看嘛？咱已经报名啊，三卡欠一卡，我是不是嘛是爱来？哦，你是来贴卡？贴卡，哎呀！所以我毋才讲我第一个比赛喎，我想讲等下我就先第一个，啊，剩下就交互因三个安尼。而且你这个大兄即马吼，真正一点仔气势拢无啊！哎呀系啊，我拢足尊重伊呢。伊要甲你放啥时候，你啥物都毋敢讲呢？天啊懵嘞！好啦，来，你的顺序是安怎安排？我先。哈？现在是你先，放啥讲你先？你不是来贴卡的？啊，我等下要挂高铁啊，我先。我车袂滑，真实在，对啦。这理由真实在。我想讲我跳卡等下个挂无车袂平啊。你嘛算是人真好呢，伊可能会害恁输呢。不要紧啊，输等下个谢谢就好。谢谢尊嘟出来了。啊，第二个咧？第二个弟弟。哇。哦，所以弟弟甲英元头一组。加油！爱扬行口，请就位。告给甲一半，请开始。哎呦，英元加油！爱拍掉5个哦。哇，哎，真厉害呢！哇，你敢吃啥我讲？哎，袂当学落的哦。对，是不是袂当学落？哦，弟弟，我你啊配合到高喝啦，你来拍。你先，哎啦，你个配合到高喝。来，加油姐！加油！哇！终于过关了，恭迎送来哦！来，我感觉哦，制作单位互因骗去，因拄则一直咧假做哦，想袂着哦，无法度。我头拄连小姐姐拢无对，真正拢无对。你就是演的啊！你是不是唔是叫演员啊？叫演员。做到演的呢？加高演员，靠演员。好啦，恭喜爱扬行口过关哦！恭迎到来啦！来，观众朋友，来，对，观众朋友，5底飞盘，只要设到一个数字，就算过关，会当得到1000块红包。我算下3、1、2、3。哎呦，来，哇，这个哥哥，来。
来，你叫啥物名？啊，我叫做张胜山，啊，你今年几岁啊83， 83。哦，你看起来足健康的呢。还好啦。讲话嘛足有力量的，啊，敢有信心？有啦。来，请几位告给嘉义盘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，加油！加油！来，5届机会哦。加油！哎，较悬的，无你手也较悬的，试看卖。哎呀，差点爆，较好啊！加油！进步啊！恭喜过关哦！哎，阿伯，恭喜你公赢倒转来啊！欢迎家庭啊！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欢迎。哇！高追耶！我是欢迎阿母，我是欢迎阿爸。因为阮做家伙仔拢最爱食粉圆的，所以伊伫我巴肚的时阵就叫做粉圆啊。哇！哦，粉圆足够水的。啊，是安怎会来报名参加咱的节目？因就想讲，因为公司的节目伊拢有在看，啊，所以就想讲吼，即摆即个节目就是拄啊好无限制即个年会，所以就想讲伊拄啊好会当参加，是为着伊来报名的。啊，你今年几岁4岁。4岁哦，你后礼拜就几岁啊5岁。 5岁哦，生日快乐！为着要互伊学台语，你敢有做啥物准备？因为我想讲台语是阮的母语嘛，啊，因为自细汉甲阿公阿嬷讲，啊，但是伊即摆即个环境较无，所以我就想讲规日去考即个台语的考试，所以会当教伊去较侪物件。那你当初的想法是安怎？想讲爱互婚姻学台语？因为我自细汉甲阿公阿嬷拢讲台语，啊，因为我感觉即摆的囡仔较无即个环境，所以伊家爱对老爸老母开始做起安尼。哇，这个精神真正是足好的。咱做伙来看，因今仔日想要爱幸福的是啥？哇，卡达车！欢迎，你有介意无？有哦，啊，你敢会晓骑卡达车？会晓。哇！那呢，今日恁规家伙仔的挑战若是过关啊，你就会当甲迄个脚踏车载倒去厝的哦，好不好？好。马上来进行乒乓三线咯，两个人合作，一人有20粒乒乓，带入去杯仔内面，连做3条线就算过关啊，有2届机会哦。欢迎，你今日嘛有要耍这个游戏对吧？对。对哦，你等下出来，敢有真认真的练习？有。考虑一下。你想想的，我有真认真的练习。然后呢，伊咧练习的过程哦，一定嘛真古锥。咱做伙来看练习的 VCR。噔噔，你敢知影这是啥？你敢想要开大车？你敢要和阮去参加日本？安尼，咱的日本是乒乓三线咯，咱做伙来加油好不好？好。卡大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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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伙加油！弟弟，你捡一个杯啊？你哪有杯啊呢？你叫啥？看有无？好，时间开始。今嘛顺利来，敢是你哦，安尼就靠你咯。有信心了。哦，加油！加油！咱来外口练习哦，咱来荡球。快来！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再来！我找到一个好所在哦，咱来夜市啊，做伙耍，就顺续食物件，好不好？好，Go！哎呦，有啊，这个哦，你剩最后一个哦，拿一个。是那里面啊，可惜，你感觉咱今仔日的表现如何？敢若无太好呢。不要紧，咱明仔再搁来。好，Go！哦。
搁剩最后一粒无，你赢就趁即马咯。哦，我感觉你这边有进步哦。今仔日有奖品当天呢。但是咱等时间继续练，好不好？咱继续加油，继续练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，爸爸，你是做啥物代志，拢遐尼认真哦？一定带伊去夜市啊！就是去夜市来让练习一下。所以爸爸甲婚姻合作，好，好，来，婚姻家庭请就位，乒乓三线路，请开始。 来哟来哟！哎呀，我爸爸，哇！这点嘛，哦，成功啊！哎，哇，厉害哎哦！呦，需要3条线，哎呀，真可惜。哎，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哎，来欢迎我欢迎真高胜哦！啊，哇，刚才没当伤大力哦。会过头。好。哎，哇哦！哇哇！哎呦哎呦！哎呀，连做一条线哎呀，哦。不过你只要有里面都有拢有机会啦。对。哎呀，哎呦，差一点。哎呀，爸爸差一点嘛。加油！哎呀，真可惜哦。阿妈咧讲无简单。哎呀，真正无简单。哎呦，一条线，你看一条，这边若是讲有着2条安尼。来，爸爸来。这个。真可惜哦，失败啊！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欢迎华丽。啊！欢迎较大来。哇！加厉害！来，欢迎。哇！叫有里面拢有机会，拢哎呀！真可惜。有啊，来。哎呦，差一点嘛，欢迎。哎呦，欢迎豆豆来，不要紧。哎，豆豆来。哇！加油！来，继续。欢迎加油！哎！哇，马是2粒。赶快算咯！哎呦，因为连做一条线嘛，不是遐尼简单的代志啊。好，我你夹一粒。上领。这边。差一粒。妈妈。这边。加，这2杯就3条啊！哇！他妈冇球啊！失败啊！所落来咧，换观众朋友，赶快2个人合作，一人20粒乒乓，连做2条线，就过关，会当得到红包。1、2、3。阿姨，抢！阿姨，你叫什么名？秀盆。来，这位阿姨。王慧翠，欢迎。啊，拄则伫咧头前看，是毋是真无简单？对不？哎呀，我一定甲伊拼。赞！来，请这位乒乓3线路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！来哦！来啊！成功啊！哎呦！哎呀！真厉害哦！真可惜。你无算啊！来，继续。哇，有机会哦！哇，阿姨真厉害呢！哎呀！我力气啊！来啊！有机会来啊！条线就成功啊！哇，差一点嘛！水一条。一条线，来啊，1条啊！这条够5粒。还有1条就行啊！来，剩偌济球啊！豆豆来啊！哎呀！差2粒！哎呀！这边！有机会！哎！过来！这边嘛赢诶！对！
哎，这个嘛会使，这个嘛会使，这个嘛会使。啊！哇，差一粒嘛！最后一粒！啊！真可惜哦！可惜哇！啊，有好耍无？有好耍啦！来，哎呀！好，盖过来啊！好，盖过来挑战。欢迎台湾人！来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阿红，我是厝内大兄。哦，阿红。哎，我是尹太太，我叫文如。文如你好。你好。我是小妹阿倩啊。阿倩啊，你好，哇，欢迎台湾人。阿红啊，我看你自头到尾拢一直徛安尼，你敢要是够官啊？哦，小弟是做一个小小的警察尔啦。警察，警察不是小小的，是人民保姆呢。对啊。我嘛想要问阿红啊，因为有真侪人拢认为讲警察穿制服的时阵，都是咧上班，敢会因为安尼有啥物困扰？其实进前是有同事互人检举过啦，讲你上班的时阵哪会当买便当咧？你是咧迄个人讲的偷懒安尼啦你是拢无去做代志，无去巡逻安尼所以就有互人受到调查安尼啦。辛苦啦，因为大家咧上班的时阵，你去买便当的时阵，你嘛袂换衫啊。无对啊，真侪人嘛是穿制服啊。系啊。护理师、学生要食饭，无可能先去换衫嘛。所以大家嘛爱体谅警察的辛苦。对啦，其实爱甲大家讲，希望大家是会当互警察支持鼓励啦，吼。做太太的是毋是嘛有真侪无讲无人知的苦？是啦。我感觉上艰苦的是我生第二胎的时阵，因为伊做工课嘛，爱轮早班、暗班，所以伫厝的时间足少的因为生囡仔前6个月是上忝的时阵，我有大汉爱顾，细汉咧哭，所以呢，就是定定2个做咧哭。我真都袂掉，我做伙阮拢会当感受，是足忝的，是的。所以我就拜托伊讲会有闲会当甲我斗款囡仔。所以伊除了做工课以外，厝内代志顾囡仔，伊嘛是真愿意甲你斗相共啊。只要是工课以外的时间，拢留互你。是毋是嘛会完成你的愿望？对，伊是我的小叮当，小叮当，安怎讲？就是我真正到我足忝的时阵，我也甲伊申请讲，拜托你，你互我5天假，互我出去捞捞的。捞哦，出国，嘿，甲阮朋友做伙出国，无带囡仔。这是重点，算是有求必应。今日你嘛有选一个幸福礼，是要送予一个神队友，对吧？是啊，是要送予我的大家啦。伊有闲的时阵来甲我斗款囡仔，厝的洗甲机较旧啊，所以就等下用手洗。我感觉看伊足唔甘的，所以希望来挑战成功，会当送这台洗衫机予伊安尼。来，咱做伙来看今日的幸福礼。全自动智慧控制洗衫机，哇，真厉害呢！咱呢今日就要较加油的哦。即马马上来进行螺丝帽啊话，徛伫咧摇摆机顶悬，贴螺丝帽，时间无限，贴7粒就算过关啊！有3届机会哦。你敢有真认真咧练习？有，逐工拢要试，逐工哦，真的为着洗衫机。拄只太太讲有，逐工拢咧练习。咱做伙来看练习的 VCR。电视台寄来飞。任务卡来螺丝帽啊喂！挑战的任务是贴体准机贴螺丝帽。恁两个创啊？我来练习我的手的稳定度。人个爱徛200机啊呢？你叫恁囝甲恁后生来带你摇啦。我即马叫恁查某囝来带你摇下，来挑战开始，来摇咧。对，安尼看你会稳无？哎呦，连一个都贴袂起你啊！会嗨，紧的倒啊！你应该创啥货啊？我咧贴石头。为啥哪会要贴石头？爱练习手的稳定度。你要做伙来练习无？好啊。我紧过来一届。
嘿，跳看看来吧。哦，哇！啊，你看啊，跳是无啊？无啦，人家是讲爱摕腰摆脚看，我调工去买这大人在互你练习呢，咱来试看卖一下。啊，这伤慢啊，我来讲，神秘小棒棒的摕出来，当然先愈来愈紧啊！哦啊！摇来摇来，伊也饲甲上中，看有法度无？你莫离错啦，你哪离错啊？哦，够呢。啊，姑姑讲加油。给我凊彩等来用落去，我来讲啦，我若用无4粒吼，去日以上吼，我来讲，我就直接凊我跳，我来讲啦。嘛算甲真欢喜呢。啊，恁敢有信心？有哦，头一个敢有压力？无压力，无压力，够落个。无唔对，来，台湾人请就位。若是某阿话，请开始。哎，这是什么红色？因为的战略。就巧的呢，真厉害！啊！哎呦！无简单嘞，手还真稳。啊！加油！哇！我甲你讲，无简单，因为有淡薄仔紧张。跳出来！哎呦！3粒啊！继续第4粒。要成功啊！稳住！哦！老师配这音乐，成功！继续，再来！哇！水落！加油！哦，卡叔公你成功啊！吼，你的哥哥甲弟是不是我去影响到你啊？歹势啊！哎呀，我想讲，卡叔公伊成功啊，伊的哥哥甲嫂嫂就会当去国家啊。好，再来画像。人讲吼，某若牛，翁就免出头，所以我派出我的水某就对了。哎呦，嘿，台湾人第2届挑战，若是某阿话，请开始。加油哦，稳住！加油！这是恁伫咧厝想出来的方式。对，一个啊，一个就边边啊看啊，指导安尼就对啊。你今晚哪会无指导？我惊我互伊后面等下失败，就会来罚跪啊。真紧张2个啊！我搁敲一个，无啥稳吼。迄都是要当来用较头前的小看，安尼抽出来较袂抽伤久啊。嘿啊。红在你边啊，真啊！嘿，怕哪凉哦？哇，真稳哦，硬过一半。哇，5个啊！哎呦！你较细最后2粒生3支，到底敢会当炸得起出来？水！加油！稳住！你敢想要放假？来，加油！这粒踢起就今年才有法度出国啊！这粒。咱我家公羊倒转去啊！公羊倒转去啊！来，说来观众朋友啊，观众朋友一个人挑战，无限时间，读4粒就算过关。1、2、3，哎呦，阿伯，来，阿伯，你上紧。
你好。你好，安怎称呼？我姓王华进，王哥哥，你敢有信心？试看看。试看看哦，你看卖哦。罗时某阿话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哎，王哥哥加油！好，嘿，对。加油！感觉就紧张的。哎，才成功啊！哇，那一直紧张啊！啊！来，继续。哦，你来愈去。哎，观众朋友，哎，先去食饭哦。不是啦，退破破姐，加油！差一点嘛就要成功啊！哎，王哥哥的精神是足好的。对啊。哎。大概观众朋友讲，不是1万块，是1000块，意思是各位唔免遐尼认真是吧？你哪安尼阿姨啊？对任何代志都要真认真。拍拼咧！加油！加油！伊哪会走哈？叫伊卖走。哇，安尼就算倒起来对无？失败啊！真正无简单呢。你敢有想要试看卖？好，我来试看。哎呀！5粒就算过关。一定有嘛是真来，罗时某阿话，主持人的挑战，请开始。过关会当出国佚佗啊！会用的啊，你就算无过关，我嘛可以出国佚佗啊！加油！哎呦！第三粒！加油啊！哦，成功啊！加油！哇！哦，足危险的呢！到现在就成功啊！好啦，我已经老关。卡叔公，你成功啊！好，咱就请现场的人啉凉的，好不？好。所有人敢会当啉凉的，就伫你的手头啊！加油！拍破一个！啉凉的！录影，真辛苦，对不？感谢大家！今日的节目除了算游戏的加油声、为家庭奋斗的心声，还有顺结遐鼓励大家的歌声。每一句加油，每一届的奋斗，拢是互每一个家庭会当更较圆满的爱，互每一个家庭拢会当更较团结。你敢有心声想要讲给大家听？你敢有想要把幸福礼送给多一个人？莫搁等啊，赶紧来报名，阮等你来挑战哦。后礼拜嘛继续收看，公营倒转来 ，Plus， 拜拜。多谢，欢迎。